大家好，歡迎你出席我琴日嘅 webinar。如果你仲未睇咧，快啲去睇翻，因為呢個 webinar 咧，我唔可以擺太耐嘅。喺下個 webinar 之前，我要 take down 噶啦。咁琴日 webinar 之後咧，有好多問題，一堆問題入邊咧，有兩個係特別好嘅，所以我特登揀咗出嚟去錄一段片，同你哋講解多啲。其實心流狀態嗰個手段有啲咩選擇？咁第一個問題，佢問。心流狀態係咪唔可以食藥啊？係咪唔可以用 supplement 啊 nootropics 嗰啲？因為佢琴日見到我冇講，因為佢以為佢就問係咪唔可以食藥進入心流狀態？咁梗係唔係啦？呢位同學、呢位觀眾咧，應該係唔係我哋舊生嚟嘅。因為如果佢有 neural hack 咧，佢應該知道到最後咧，我就係教你哋用 nootropics 進入心流狀態。咁點解唔得咧？咁所以喺呢段片入邊咧，我會教你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咧就係用純 supplement。即係市面上大家市民都買到嘅 supplement 去進入心流狀態。第二套咧就 straight up 用 nootropics 進入心流狀態嘅方法。咁哇咁抵係啊！嗱，講第一個方法先。但喺講第一個方法之前咧，都仲要同你補充翻一啲背景資料，可能你唔係好記得成套嘢係咩嚟嘅。心流狀態第一個部分咧叫 struggle， 胡力威師傅嘅俾啲掙扎。喺呢個階段入邊，你嘅大腦發生緊啲咩事咧？你嘅大腦喺度收集緊資料，關於場地啦、嗰個空氣嘅濕度啦，或者你睇書嗰啲字體嘅大小啦、夠唔夠光啦，你坐喺張凳嗰度，嗰啲高高低低啊，你條腰會唔會唔舒服啦？你個腦未 run 到嘅，你睇第一隻字嘅時候咧出唔到圖畫，跟住睇一堆嘢睇一陣嘅時候咧，都係睇嚟睇去入唔到腦。其實就係 calibrate 緊，喺度收集緊資料，跟住咧大約調校緊你個腦。去到一個地步，適合喺呢個場地、呢個場景發揮啦。咁啊，第一個步驟叫 struggle。第一個階段 struggle 係好辛苦嘅，因為你係收集緊資料，你喺度嘗試緊一啲嘢，跟住失敗，你再嘗試咧又失敗。其實唔係失敗，係收集緊資料。好多人點解專注唔到、去唔到心流狀態咧？喺呢度就放棄咗啦。如果你要由第一個狀態慢慢去到第二、第三個進入心流狀態咧，個最緊要嘅質素咧，廣東話俗啲嚟講叫掉喇媽頂硬上。另一個講法就係你要 reframe 自己，第一個階段冇成功冇失敗，收集緊資料，你喺度 calibrate 緊你個腦、你嘅身體，適應個環境、適應嗰個運動。OK， 咁足夠耐，你個腦知道嗰啲資料係點啦，有充足嘅準備資料、營養，咁咧佢可以開始 take over， 就係第二、第三個步驟進入心流狀態發生咗啲乜嘢事啦。咁喺呢個步驟，當然你可以完全唔食藥啦，純意志力。你日日嗰個營養都好嘅，瞓得好好嘅，你嘅社交都好好嘅，你有打坐嘅，你嗰個 focus 係練得好好嘅，完全唔需要食藥。但係我相信你唔係，香港有邊個有呢個條件咧？咁所以有啲 supplement 咧係可以幫到你嘅。琴日如果你有留心咧，有個圖喺第一個階段咧，嗰個神經傳導物主要係 LoRa。第一個階段嘅神經傳導物咧，主要有兩個，去甲腎上腺素同埋皮質醇，都係令到你緊張、心跳、流汗。如果你係好唔適應緊張嘅，你係好焦慮嗰啲人咧，你好快會離開呢個狀態，你進入唔到心流狀態，因為你以為呢個狀態咧係一啲 negative state 嚟嘅。你可能睇得太多大眾心理學，人咧係唔應該緊張嘅，人咧就應該永遠都係 chill 嘅，人咧就應該平常心面對啦，冇所謂得失心啦，總之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啦。有嗰啲咁樣嘅有毒思想咧，你係永遠都進入唔到心流狀態，因為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你要得到一啲比人哋多嘅嘢，你就要忍受多啲苦楚。其中一個苦楚就係呢兩個神經傳導物，你要捱咗佢。一開始你嗰個掙扎階段、收集緊資料嗰個階段，你個腦咧一直係有啲 feedback 係痛苦，因為你失敗。咁所以咧喺呢度冇辦法，你一定要捱。咁可以食啲咩藥去幫到你捱過呢一關咧？嗱，講 supplement 先。喺呢一關主要我哋要增加嘅嘢咧，就係去甲腎上腺素同埋多巴胺。點解要增加多巴胺咧？因為多巴胺高嘅人，佢忍受痛楚嘅能力比較高，佢會唔 care， 同埋佢懷疑自己嗰個傾向會少啲。嗱，你自己試下，有隻 supplement 叫 Dopamine。如果你食2粒嘅話，大部分人個心裏邊係冇聲音，咁即係咩意思啊？你嗰啲 negative self talk 會唔見咗噶，你自我懷疑嗰啲對白都會唔見咗。所以如果你要捱第一個階段食，嗱，第一個你要增加 Dopamine。有一個最好嘅咧，就叫做 Dopamine。你可以食 Tyrosine 嘅，甚至你可以食 DLPA。
但係個效果冇咁明顯，因為佢再 1-2 step remove from dopamine 本身，咁所以你係啦，可以參考下食呢隻嘢。但係俾個警告大家，好多人食2粒 dopamine 咧會鬧人嘅，一半啦至少。咁所以如果你要試呢隻 supplement 去進入心流狀態咧，你要揾一個地方係冇屋企人嘅，冇朋友，自己坐喺一個位度，自己試下。OK， 第一個，第二個。有咩方法可以增加 norepinephrine， 同時都增加多巴胺㗎啦？就係飲咖啡。最簡單嗰個飲咖啡，因為係你喺呢個階段要做嘅嘢唔係發揮，唔係去揮灑自如。你要做嘅嘢只不過係收集資料，去 calibrate， 去適應環境。咁所以咧，任何令你醒神啲，任何令到你有毅力多啲嘅嘢咧，都會幫到你。嗱，喺呢度好小心，因為有啲人睇過我之前嘅片。自動反應咧就係飲咖啡一定要加 L-theanine 茶氨酸，喺呢度特別我要注意，唔好食茶氨酸。如果你嗰個目的係進入心流狀態，第一個階段咧，你飲咖啡就飲咖啡。你要嗰個係去甲腎上腺素，用去甲腎上腺素，用一啲令你緊張嘅神經傳導物，令你 focus 同埋緊張咧係冇辦法分開㗎。你忍受唔到緊張咧，你就唔好 focus，你係進入唔到心流狀態。呢個係必要嘅階段嚟嘅。到咁上下，去到第二個階段啦 ，release。咁要食啲咩 supplement 咧？你個腦發生緊咩事咧？同埋我點知而家係時候由第一個階段去到第二個階段咧？喺呢段片嘅第二部分咧，我會詳細講解，用一個實例，用我自己點樣用心流狀態嘅一個實例去介紹俾你聽，點樣判斷自己去到呢度啦咁。嗱，我哋而家講咗呢個階段要食啲乜嘢先。喺第二個階段叫 release 咧，係 pre-flow。你覺得自己差不多啦，你睇書、你踢波熱夠身啦，你進入狀態啦，你入局啦。但係嗰個局唔係一個超人嘅局，就係你平時發揮得好嗰個局啫，叫做 release。其實你個腦發生緊咩事咧？開始發生一件叫做 transient hypofrontality 嘅一個現象，即係你嘅前額葉、你嘅邏輯思考、你嘅批判思考、你對於自我嘅計算，對於時間嘅計算開始慢慢熄滅嘅一個狀態。喺呢個階段咧，其實你嘅大腦做緊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將你喺第一個階段 struggle 入邊收集到嘅資料下載去到潛意識。因為去到第三個階段 flow state 咧，其實就係潛意識 take over，由佢揸莊，由佢話事，由佢踢波，由佢睇書，佢揸車。咁所以佢需要足夠嘅資料喺呢度咧，其實就做緊一樣嘢，左腦右腦。嗱，如果你 picture 到咧，你有好好嘅想像力。咁咧，大約就係將啲 data 整過去。OK，我唔係一個好好嘅藝術家，好明顯，但係 you get my point。嗱，將數據由左腦運到去右腦，由你嘅意識下載到潛意識，呢啲咁樣嘅 processes， 呢啲咁樣嘅功能咧，唔係意識做到嘅，唔係你能夠控制嘅，唔係你話俾啲心機啦，佢就會下載得快啲。所以喺第二個階段嘅時候，通常我哋嘅人分析直叫人係去行下街、去散步，甚至咧做啲輕強一啲嘅運動，可能做下瑜伽咁樣。總之你嗰個意識要離開嗰個 task。OK， 喺呢個階段。你嘅潛意識慢慢吸收嗰啲 data， 喺呢個階段入邊，你可以做啲乜嘢咧？如果淨係supplement嘅話，喺呢個階段你就可以食 L-theanine、茶氨酸。茶氨酸喺平時嘅 nootropics 用法咧，係攞嚟平衡咖啡嘅緊張嘅。但係我哋頭先講過啦，第一個階段你就係需要用 norepinephrine， 你需要緊張去收窄自己嗰個 focus， 去吸收一啲資訊啦。咁所以喺第一個階段咧，我哋撳住自己，用茶氨酸先 ，OK。但係當你去到第二個階段啦，你去散下心啦，去下載 data 嘅時候咧，茶氨酸有一個特別嘅功能，就係可以觀察自己嘅潛意識，同埋佢係 automatic alpha state。喺呢個階段，相應嘅腦波狀態就係 alpha。咁如果你進入唔到 alpha 咧，呢件事係唔會發生。OK， 咁你能夠 organically trigger 呢個 alpha 波，咁梗係最好啦。咁你可以用 binaural beats 嘅，即係左右耳，
唔同音頻，逼自己個腦咧進入 alpha 得，亦都可以食茶氨酸200mg，你食 L-theanine 200mg，咁佢會強制你個腦出現 alpha 波，出現好多 alpha 波，咁咧有利於呢個階段嘅發生。咁去到第三個階段，進入 flow state 啦。去到第三個階段 flow state，你個腦發生緊咩事咧？就係佢哋得啦，佢哋 ready 啦，佢哋下載到足夠嘅 data 啦，佢哋可以 take over 啦，你嗰個意識可以收機啦，你嗰個前額葉可以熄咗佢啦嘅時候，就係 flow state。但係點樣捉緊嗰個時機咧？如果你有睇過我啲片咧，個答案就係冇可能嘅。入局進入心流狀態，入迷呢啲咁樣嘅 switch 咧，係你只能夠等。你唔能夠逼佢做啲乜嘢，因為你一逼佢做啲乜嘢咧，就有人我之分，你同佢之分，咁跟住咧就抽離咗，同埋係強制性嘅，佢就會停咗噶啦。咁所以你反而可以做嘅咧就係唔好 block 咗佢。點樣會 block 咗佢啊？焦慮、負面情緒、身體狀態唔好，同埋準備不足。咩叫準備不足咧？即係第一個階段你都唔夠資料，你成日想就咁樣，flow 咩啊？你俾啲咩嘢我去 run 啊咁，雖然冇嘅，你一定要嗰個基本功啦，同埋第一個階段咧，嗰個熱身要紮實。咁但係你可以做啲乜嘢咧？喺 flow 入邊你可以食啲乜嘢咧？基本上嘅答案係冇嘅，因為你已經 flow 緊㗎啦嘛，你仲食啲乜嘢藥去俾佢 flow 咧？其實係冇意思嘅喎，分分鐘有個危機咧，就係你喺個心流狀態入邊，發覺自己心流狀態啦，咁跟住咧貪心。想整大啲個 flow， 咁咧就周圍揾啲藥斷咗。所以咧冇咩事，唔好搞佢。但係如果你夾硬要講，要有啲咩 supplement 可以食，即係呢個我個 supplement 同 nootropics 個界線個定義咧喺呢度就係合法唔合法。戒煙。嗱，當你發覺自己喺心流狀態入邊啦 flow 啦，你嘅潛意識自己喺度隻手喺度打機啦，你隻眼自己喺度睇書啦，你個腦咧自己開始組織一啲諗法，創造一啲音符啦嘅時候，你就喺心流狀態。唔好特別搞佢。如果你夾硬要做啲乜嘢咧，就係用戒煙貼。戒煙貼咧係 acetylcholine agonist， 佢係個樣扮 choline 嘅一個鎖匙。經驗話俾我聽，如果你喺 flow 入邊貼戒煙貼或者食嗰啲尼古丁香口膠，會擴大個 flow。因為所謂嘅 flow state 嘅大小咧，就係你嗰個大腦嘅運算能力，你嗰啲諗法可以跳去幾遠。咁 choline 咧係做呢件事所需要嘅神經傳導物，所以你喺 flow state 入邊，如果你可以用尼古丁嗰個 flow 咧，可以擴大規模。OK。咩叫擴大規模咧？你知自己進入咗狀態㗎啦。你其實踢波嘅，你係中場嚟嘅，你可以一眼睇大半個場，你可以 keep track 住4個人嘅就位。擴大個 flow 嘅意思即係乜嘢咧？你喺呢個狀態入邊貼咗佢，食咗佢，你可以睇半場6個人嘅就位。你個腦嘅運算能力會再快啲，因為你有 choline。除咗戒煙貼之外，你仲可以食啲乜嘢咧？嗱，口耳相傳，師傅教落。如果你喺個 flow state 入邊，你可以食合法嘅咧，就係伏特加、黑朱古力，97% 以上嘅黑朱古力同埋戒煙貼呢3樣嘢，已經幫到手好多噶啦，幫你擴大你個 flow state 好多噶啦。最後喺第4個階段，你要恢復嘅時候，你可以食一啲咩合法嘅 supplement 去幫助自己 recover 咧？佢需要 serotonin， 呢個係血色素，呢個係幸福嘅神經傳導物啦。我唔記得個中文名叫乜嘢。咁最基本嘅做法就係食 5-HTP， 你要食翻啲營養，同埋你要瞓覺，係休息嘅。咁所以呢個階段你可以食嘅合法嘅物質咧，就係多種維他命啦。一般我唔建議大家食多種維他命嘅，因為低質廉價，你嘅身體需要嗰個比例咧，同佢係唔同嘅，所以你咁樣長期食佢咧，你個身體會彎嘅。With an exception 就係呢度，喺呢度你個身體乜都唔夠，乜都冇，咁雖然唔存在嗰啲比例啱唔啱，所以離開咗心流狀態之後，
你可以食多種維他命，你可以食 5-HTP， 或者之前嗰個 tryptophan， 或者食 melatonin 褪黑色素，呢啲咧幫助瞓覺、幫助休息。呢度 oxytocin 咧係幸福感。你如果有一個伴侶，根據一啲研究，如果你心流狀態之後可以擁抱一個伴侶或者一個朋友，總之有感情基礎嘅人8次咧，呢一部分你可以恢復。咁所以你 flow 完之後食翻啲維他命，食好啲，瞓多啲，主動去做一啲 recover 嘅嘢，即係例如按摩啊、桑拿啊，或者 sensory deprivation tank 嗰個感官遮蔽蛋，嗰啲手段咧都好幫到你嘅。另外一個你要做嘅嘢咧，喺 recovery 就係學習，用心流狀態去做嘢咧，個流程就係咁啦。但係用心流狀態去學習咧，最關鍵嗰個時候就係喺呢度啦。因為你睇書、你讀書、你講嘢、你同個對手喺度打嘅時候咧，你冇時間去吸收啲嘢。吸收通常係瞓覺嘅狀態嚟嘅。喺呢個階段，你有一樣嘢可以做，就係逐個 step。點解我會咁做嘅？點解我會咁做嘅？點解我會咁寫嘅？點解我會出有權嘅？嗰個邏輯去回溯翻，去 trace back 翻嗰個邏輯。咁學嘢同邊個學？同自己嘅潛意識學。但係你要做呢樣嘢個前提咧，就係你記得發生過啲咩事，你喺心流狀態入邊發生過啲咩事。呢隻本來係一隻中藥嚟嘅，本來係對個胃好嘅，但係咧啲鬼佬咧竟然發覺呢隻中藥咧對於你嘅 choline 系統、你嘅記憶系統、你嘅由短期去到長期嘅記憶嘅系統嘅轉化係有極大嘅幫助。亦都唔使講咁多廢話，你自己試下就知啦。譬如你背一啲嘢，你背一個文章，食咗 Huperzine 之後背，你記得嗰個比例咧係高好多嘅。咁所以啦，喺呢個階段你要重溫翻自己喺潛意識入邊，喺 flow state 入邊做嗰啲咩選擇，你要記得先得㗎。所以你要食 Huperzine，增加你個記憶力，同埋你記得完之後，你 work out 翻個 logic， 你學翻嗰個道理之後，你都要記得你學咗啲乜嘢㗎嘛。所以第4個階段，你 flow 完之後嗰晚瞓覺之前食 Huperzine，咁你學嘢嗰個進度會快好多，同埋你喺潛意識嗰度偷師翻嚟，喺 flow state 入邊偷到嘅師咧會多好多。Accelerated learning 嘅 Holy Grail 就喺呢度。好多人講好多咩加速學習啊、極速學習啊、乜撚嘢學習法啊、咩速讀法啊，加埋都唔夠我頭先講嗰5秒咁有用。你如果能夠進入心流狀態去睇書、去 perform、去做一啲嘢，離開心流狀態之後咧，你有食 Huperzine，然後喺呢個 Huperzine 記憶力增加咗嘅狀態入邊，推敲翻嗰個道理出嚟，你嗰個進度會比任何人都高，任何人都快。所有嘅天才嘅秘密咧，我諗其實就喺呢度。嗱，講咗合法嘅 substance， 而家我講一啲合唔合法取決於你人喺邊度嘅一啲嘢啦。咁我咪話非法，睇下你喺邊度啦。第一個階段，你要吸收資料，你要吸收資訊，你要捱過呢一個階段。最好嘅一個 substance 就係 modafinil，佢將你變做一個喪屍，佢將你變做一個黐住嗰啲紙、黐住個電腦咧幾粒鐘都唔喐得嘅一個狀態。喺呢一個 stage part one stage one， 佢係你最好嘅良藥。你唔需要天才，你唔需要天空海闊任你飛，你淨係需要將自己個注意力落單去面前嘅 task。足夠耐嘅時間，逼自己進入一個 flow state， modafinil 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咁有啲人會話 Adderall 得唔得啊 Ritalin 得唔得啊 VNA 得唔得啊 ADHD 嗰啲醫生俾咗好多呢啲嘢，我代唔代替到啊？答唔到你，因為你 ADHD 醫生俾你嗰啲藥咧有唔同時效㗎，有啲 Ritalin 嗰啲好短啫嘛，1-2個鐘啫嘛，有啲係全日嘅緩釋嘅 time release 嘅，咁嗰啲可能得。但係有幾耐咧？因為你要計自己幾耐會進入 release state， 幾耐會進入 flow state 㗎嘛，所以答唔到你。要取決於你自己嗰個進入 flow state 嗰個 routine 嗰個習慣嗰個時候。如果你慣咗3-4粒鐘入去嘅，你就揀翻3-4粒鐘可以綁住你個 focus 嘅一啲藥。但係足夠多嘅意志力，如果你係胡力威師傅咧，我相信你係唔需要呢隻藥嘅。但係其他人，我哋呢啲咁嘅modafinil最好嘅選擇。
第二個階段 release nootropics 咧就非常幫到手，因為其實大部分人入唔到心流狀態嗰個關口咧係喺呢度，佢以為呢個咧就係一個專心嘅狀態，跟住就俾好多嘢騷擾咗自己，佢覺得完咗啦，我今日做嘢做完咗啦，因為我放鬆咗啦，我個腦唔喐得啦。嗱喺呢度講啦，第一個階段同埋第二個階段嗰個分界線喺邊度咧？就係去到你個腦覺得自己唔想做嘢啦。可能係3個鐘，可能係6個鐘，我唔知幾多。可能你食咗啲咩藥，你嗰個 struggle 嗰個 phase 又可以耐啲。總之去到一個 point，你個腦咧拒絕開工，嗰個界線咧就係1到2之間嗰個分界線。好多人喺呢度就咁去食飯咯咁，千祈唔好，呢度先係眾妙之門嘅入口。第二個階段發生咩事？你個腦將 data 你啱啱吸收到嘅嘢下載去潛意識㗎嘛，由左腦帶到去右腦嘛。有啲乜嘢 nootropics， 有啲咩聰明藥係最能夠幫到你呢件事嘅咧？以前喺香港買叫腦康素，而家咧佢停咗啦，咁用咗其他牌子嘅名咁，但係個學名叫 Piracetam。Alpha GPC。當你做嘢做到個腦喪晒，你個腦拒絕開工啦，你以為要停嘅時候咧，去做運動，去散步，去做瑜伽，去做一啲 low grade 嘅 physical activities， 等個腦離開呢個 task 陣。佢其實唔係唔想開工，佢只不過話俾你聽夠啦，我唔需要太多資料啦，你俾夠料我啦，走啦，真係走。然後你可以食呢兩隻嘢去增加左右腦嘅 data transfer。因為 Piracetam 其中一個最有用嘅功能咧，就係將你嗰個左右腦中間嗰條橋變厚，你左右腦之間嗰個資料溝通咧多咗好多倍，所以喺呢度食 Piracetam 咧就能夠加速呢件事嘅發生，加速你進入 flow state 嘅時限。可唔可以食 Noopept 咧？唔得 ，Noopept 冇呢個功能。你上網睇好多講聰明藥嘅人咧，其實知啲唔知啲嘅。佢以為所有 Racetam 都係一樣嘅，佢以為 Aniracetam、Piracetam、Phenylpiracetam 嗰啲嘢全部都一樣，其實唔係。每隻 Racetam 嗰個功能咧，每個 Racetam 嘅性格都係唔同嘅。As it pertains to flow state 咧，只有 Piracetam 有呢個功能。咁喺第三個階段喺 flow state 入邊要食啲咩藥咧？我勸你唔好。其實尼古丁已經係有啲踩界嘅。點解咩叫踩界？點解我咁避忌係叫你喺 flow state 入邊食藥？因為 flow state 本身已經充滿住所有神經傳導物，你先能夠進入 flow state 噶嘛。佢已經係失去咗一個 prefrontal cortex 嘅控制，即係你做啲乜嘢，你 take 啲咩 risk 其實係過分咗噶啦，佢冇人撳住噶啦。如果喺呢個狀態入邊，我再叫你食啲咩藥去增加嗰個 risk taking behaviour， 去增加嗰個 feel good 嘅狀態，分分鐘你做嗰啲決定咧係致命嘅。所以喺呢度咧，我勸大家嗰個 flow state 嗰個大小咧，慢慢練大佢，而唔好食藥。嗱，有咗呢啲知識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二個朋友問嘅問題。佢話你可唔可以俾個 case study， 即係我自己係點用呢啲嘢，我自己係點樣進入心流狀態，點樣去利用呢個狀態去學習啊，去 perform 咁。嗱，好簡單，我一個最核心嘅工作咧就係吸收資料、睇啲嘢，然後生產知識。生產知識嗰個媒介可以係講嘢，可以係錄片，可以係寫嘢，但係我嗰個 format 都係吸收資訊、消化資訊、表達資訊。OK， 所以如果我要進入 flow state 咧，第一個階段我就係睇資料、睇書。咁所以嗱，我俾一個 typical day of my flow。一起身做咗一啲應該做嘅嘢之後咧，我就坐喺度睇書、睇資料、食 modafinil。OK， 一坐6個鐘啦，坐3至6個鐘，咁好辛苦嘅。但係由於有 modafinil 嘅關係咧，嗰個痛苦已經減到最低。然後去到終於 modafinil我都頂唔順啦，我個腦實晒啦，我個腦話俾我聽夠啦，唔喐啦。Specifically 咧就係睇書睇下一個字咧都睇唔到，推唔到過去嘅時候咧，我就去游水。OK， 中間當然食咗啲嘢啦。咁游水嘅時候咧，我會刻意唔俾自己諗嘅，即係因為啱睇完嗰啲書，睇完神秘學啊，睇完咩資料咧，你個腦會係咁想諗翻佢嘅，唔俾。咁游水係一個最好嘅運動嚟嘅，因為如果你真係諗咗嗰啲嘢咧，你會游得唔好啦，會撞到人啦，諸如此類。咁所以有20分鐘。唔會太長嘅，因為太長咧，我又攰，即係翻去瞓咗覺咯。游20分鐘，離開嗰個 task。游完水翻屋企嗰段路，我會食 Piracetam 同埋 Alpha GPC。因為喺呢個階段入邊，我需要做嘅嘢咧就係離開嗰個 task，然後俾左右腦嘅資料溝通好一啲。
就係我哋平時所講嘅將啲知識吸收啊、內化、左右腦、潛意識、意識一個 integration 嘅 process。咁中間會有啲創意嘅，即係由泳池行翻屋企嗰條路入邊咧，係會有創意，係會有 idea 嘅，同埋開始嗰啲諗法係會慢慢 formulate。譬如我嗰日要生產嘅嘢咧，就係一篇文章。咁我開始有啲諗法，嗰篇文係應該點寫嘅？唔好用你嗰個腦去干擾佢。你等啲諗法，即係我用嘅比喻咧，就係好似泡泡咁樣嘅。開始嗰啲諗法咧，泡泡咁樣冒出嚟，跟住開始有啲諗法咧，好似泡泡咁冒出嚟，開始成型啦。大約咧呢嚿嘢呢啲資料咧喺呢度，行到翻屋企，如果好有感覺嘅，即刻衫都唔換就坐喺度，就喺個電腦前面就寫，或者咧即刻攞個咪即刻錄。又或者未到嘅，你翻到屋企咧都係佢喺度冒緊，你就繼續俾佢冒，你唔好理佢。總之會去到有個 point 咧，嗰啲資料冇到上嚟足夠啦，你忽然間就好想去表達，好想去寫文，好想去錄片嘅時候咧，就表達。呢個就係正經嘅 flow state。喺呢度咧，我唔做啲咩，最多咧就係封你一啲講嘢，封你一啲寫嘢 ，take 一個 risk，explore 一啲從來唔敢諗嘅嘢。OK， 大約就係咁。到最後寫完嗰篇文啦，表達完我想表達嘅嘢啦，我講完我想講嘅嘢，錄咗片啦，就休息。係嗱，最後我想加多一句，如果你係 Neural Hack 嘅舊生，呢個 process 你聽過㗎啦，但係你留心啲聽，我呢度咧有個改良。L-theanine 同咖啡分開飲，呢個我從來冇講過。即係我發覺喺第一個階段加 L-theanine 落去咧，你太 chill， 你失去咗嗰個緊張，你失去咗嗰個 focus， 反而令到你進入心流狀態嗰個機會率低咗。咁所以嗱，呢度第一個改良，咖啡 L-theanine 分開嚟飲。第二樣嘢我喺 Neural Hack 冇講過就係你喺第四個階段食 Huperzine，得唔得？喺 Neural Hack 因為係一個 nootropic course， 我唔係個目的唔係教你 self help， 唔係教你讀書，所以我冇講。第四個階段有一個核心活動咧，就係重溫翻你喺心流狀態入邊做過嘅決定點解。咁喺呢一個學習部分入邊 Huperzine 咧係你嘅最佳良藥。咁啦，個分別就係呢度，同你之前學過嗰個方法改良咗呢兩度。咁希望幫到你啦。嗱，如果你係新嚟嘅朋友，你對 nootropics 啊，你對 supplement 啊，嗰啲 neurotransmitter 嗰啲道理你唔係好熟嘅咧，千祈唔好亂試。同埋就算你好熟嘅咧，我戴翻個頭盔，你都係要同醫生傾完之後，佢話哦 OK 啦，你先好食。因為我唔知你個 underlying condition， 有啲人可能有情緒病啦，咁樣適唔適合㗎？問翻你嘅醫生。其實之前我教你食藥食 supplement 進入心流狀態咧，呢個係 training wheel 嚟嘅，係幫助你學習進入心流狀態嗰個流程咧。Ideally， 你唔應該需要食任何嘢都可以進入一個咁樣嘅心流狀態。社交心流狀態啦，讀書嘅心流狀態啦，演講嘅心流狀態啦，去到而家咧，其實我係 at will， 即係我要做呢啲嘢嘅時候，我想進入心流狀態咧就可以㗎啦。食藥咧係只是輔助，咁所以如果你平時係靠食藥食 supplement 進入心流狀態咧，我俾個 challenge 你試下根據我 webinar 入邊講嘅嘢，基於你對呢個 cycle 嘅認識，你試下乜藥都唔食，進唔進入到 ？OK， 呢個就係我俾你嘅 challenge， 因為你能夠冇藥都可以進入到心流狀態嘅時候，你對佢嗰個細節嗰個操控咧係強好多。你再食翻藥咧，你嗰個把握，例如我喺 webinar 入邊講，你喺個 flow state 入邊要自己 cut 斷佢。嗰個自我意識同埋嗰個意志力同埋嗰個理性咧係強好多，咁所以咁樣。好多人問我嗰個 Study Hack 嗰個優惠可唔可以等到下個 webinar 先至做決定啊？梗係唔得啦！如果可以嘅話，我做咩優惠俾你？所以呢一個 discount， 呢個500蚊嘅 discount 喺星期四就會完，禮拜日係下一個 webinar， 喺下一個 webinar 個價格係唔同嘅，你自己考慮。